西方賢能，稱職過人。大家好，又係我蘇波榮啊！嗱，成日咧都話西方夠晒民主自由，又三權分立啦，制度又好啦，咁佢出嚟啲官員呢，個個都係賢能精英嚟嘅，出類拔萃，又夠稱職。嗱，呢啲口號咧都係人哋教我噶，你唔使駁我噶啦，唔會有錯噶啦，有錯都係因為你個標準同人哋唔同嘅啫。嗱，其實咁樣講出嚟咧都好正路噶，因為特朗普自己咧都係美國史上首個重罪犯總統。咁佢涉嫌喺2016年總統大選之前挪用競選經費同埋偽造商業記錄，向鹹片女星嘅丹尼爾斯支付13萬美元，大約係101萬港紙嘅揞口費。喺2024年5月，俾陪審團裁定34項罪名全部成立。嗱，雖然宣布特朗普無條件釋放，就唔使任何懲罰，但係案底照留嘅。嗱，所謂嘅上梁不正下梁歪其實係真嘅。現任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喺年頭嘅美國聯邦參議院內閣官員任命聽證會上面就俾人炮轟過啦。嗱，話佢無視戰爭法啦、財務管理不善啦、性別歧視啦、酗酒啦、涉及性騷擾等等，仲話佢缺乏擔任國防部長呢個職位所需要嘅品格同埋穩重。不過講係咁講啫，佢咪又係成功上咗任。2026年財政年度美國國防預算成萬億嘅，佢有份管理嘅。不過佢最近就有少少忙，因為佢忙住泄密。身為國防部長嘅佢，將對也門發動襲擊嘅詳細信息公開咗喺佢 Signal 入面嘅親友群組。話呢啲咁嘅低等錯誤，我相信就連卒仔都唔會咁做啦，係咪啊？唉，難怪前五角大樓發言人都話呢條友令到國防部陷入混亂，特朗普應該揾個更加好嘅人啦。嗱，近排有個仲得意喎，話說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洛姆復活節嘅時候喺華盛頓嘅市中心一間餐廳同屋企人共進復活晚餐嘅時候，俾人偷咗個手袋。報道就話負責洛姆保安嘅特勤人員事後睇翻閉路電視嘅時候，發現一名戴上口罩嘅男人喺離開間餐廳嘅時候偷咗佢個手袋。嗱，唔好唔記得國土安全部長係美國政府入面受特勤局全天候保護嘅高級官員之一嚟噶。點解冇人出嚟質疑？連個手袋都保唔住，佢點保護美國國土呢？唉，今次又要麻煩你哋幫我 share 俾嗰班日日笑緊中國領導人中國啲官員又點乜乜嗰班正義嘅朋友啦。佢哋以後笑開人哋嘅時候可以順手笑埋呢3個啦。唔該晒，拜拜。